继续来到嘉义县，这个议会议长张明达伫个定期会来提案，建议中央甲年底选举延到2024年，甲总统大选做伙来举办。想袂到全体议员无分党派，全部拢赞成通过。原来是因为这个选举就是爱拜访，就是爱邮票，大家拢烦恼讲，这人甲人接触，恐惊会造成防疫的破空。 参选人的台顶的邮票，便若到选举各种造势场合都真闹热。今年敢会有改变？建立111年选举延至113年总统、副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一并办理。嘉义县议会议长张明达建请中央将今年底的选举延到2024年，现场全体议员无分党派拢通过。疫情非常的严峻哦，所以讲讲拜访哦，百姓伊嘛唔敢和咱这民意代表接触啦吼。就是烦恼选举期间参选人的四价拜票造成防疫出问题。拜访也好，唔拜访而且犹豫之间啊。 嘉义县议会本来是希望2022年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延到2024年，甲总统大选做伙选，安尼防疫较袂出问题。是讲有真侪阿公阿嬷甲其他参选人有无共款的声音。嘿，安尼阮这老人唔捌字，啊，咱捌这咱我知影要来当学生。你安尼这地方你无地方拢莫办。乡亲的看法无共款，感觉讲若是选举一摆选落煞。 要选的人遐济，恐惊会转甲雾煞煞。目前这个提案已经准备送到中央去审议，最后敢会通过，就等中央去研究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